班农班 X 也多年来受到许多的讨论，有的人认为也是理想的生活方式。一片港中高能顺应大自然的生活，得到安全的粮食；一片又做是得发挥才情，对社会也有贡献的工作。有的人开始回到家乡，多多的实现安尼的理想生活。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两个例子。公司记者李飞儿，伊做记者18年了。记者是以规生人爱作为职业报，不过也2年前，伊嫁到高雄美浓，又谈论乡下工作的。新闻记者讲求效率，爱过急，爱过理性，良知爱有成果。不过工作稍微天天的来，也唔得，上忙做也无听错过有书生。李飞儿每日睇都市同乡村一家一跳，爱睇急和個慢的工作當中切換。來看那伊個班農班 X 嘅生活，用嚟尋到平凡嘅方法。县城茶行等等訴求，總有練有廠關廠過後，有錯可能會繼續運作，後影響前岸上愛發通抗爭。公司記者李飛兒屯演入樣盤去到現場採訪，屯卡頭期抗爭的人告別大水庫，而滿出後影日真實的想法。後進人反武侵犯了28年了呀，也冇可能不讓油槽繼續運作，也希望官場就會全面的官場，不希望油槽留着。對現場離開歸到新聞中心，下個月打電話訪問，批印見習新聞帶。做得講一分一秒就投唔得，規模還會緊張。反彈中油高層回應，目前高廠內的儲藏未來可以由洲際2期大林石化油品。中油說明，這42座儲槽當中有30座是油槽，主要供應台中以南的民生用油和戰備用油。中油強調，高雄煉油廠關廠是針對46座工廠停工，並沒有包含儲槽。記者李慧、陳顯坤，高雄報道。貴州省無限就是為到愛負當做生意點的新聞愛放鬆。簡單來講，記者做新聞就是愛急、愛精準又愛理性，一條東西李飛兒都有。等到下班呢，不用了嘅，伊又愛轉換做浪費別人日。古種係天然嘅行係真蠻艱苦，因為我就不是我冇愛條家講，我講都帶我呢，你講啦咩好做可以多出貨嘅長度嘛，我又不是我滿意。啊！如果講愛等啊，講佢要等到乜嘅時間咯，啊，講到等到天荒地老咧啲，啊，佢行又不是甲伊講，講迄個人安尼做新聞啊，等到新聞偏 Q 文。國土10號係通透都市屯田中嘅快速道路，視察過1點鐘嘅路程，係李飛兒記者屯港中人2種身份轉換嘅一個時空航廊。你一天要有一隻過程過渡啦，古時來講到國道10號對我來講，伊就係一隻過渡嘅空間，個空間就會把我從講中下美濃啊中下來到高雄市安尼市區地段，我就會提農夫的身份，慢慢透過那個過渡轉變成一個記者的身份。用了鐵路卡，其實規模限，做嘢嚟講中人嘅李飛兒，睇同埋導演建造起嚟也配，就將片權為拆開來，為開到下移動嘅書生。這個不收乾淨就是會長菜。就是落嘅熱清機，好雜嘅野生同埋刀別開來嘅，一旦看到同埋刀別別，心肝調度嘅功夫無人敵。一老嘢就會別啦，因為那同埋刀係安尼。伊吼無熟嘅唔會變咯，我熟嘅樣會變咯，因為伊熟嘅樣吼，伊嘅皮唔會成長。做出現身係睇都市嘅消費者，為囤150件那些토마토嘅基本技能，就算老天公安尼落嘅熱清機，時時都飽滿，將嘅些토마토別係按多，歸出嚟貨還睇唔好少年。有啊，阿你得問題啊！你冇本人下大天炮嚟佢釣哦。臨暗李飛兒老公做小雲下班，未騰出貨，規路客人一關又一關，愛顧好品質，屯別係嚟托客，就連下社會好，未愛托客，粒粒愛錢愛獎，能做得中上，準備出貨。攞去嗰個冇啊，結槍嗰啲啊，你嗰個
我冇頭髮多，佢托錢嗰啲啊，今年都會看，我平時都唔會好啊，所以啊，基本上種嘢都冇種啊，還有落雨，有啲注意睇。人他一般唔會去想講啊，甜食的變化對人聽了貨有乜影響？你看台北人、台中人也買東西去超級市場買。去市場買嘅全部係好嘅東西咩？問題係講，人哋那種農夫小農嘅啊，自家栽培，人哋完全就會真的靠天吃飯。當中唔必得做新聞，愛夾愛準愛曬數，韓國咪唔係很去做就有好數，也兩種天然甲5里嘅所在，李飛兒接就愛緊調整自家嘅心情、想法同做法。是講也唔係真經按乒乓刺差。見報道農業生態新聞也有農村生活的經驗，就係以作為報道為按想人的素材。你要教了兩種的專業，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發揮，那就會去描述一下環境，給閱聽大眾啊可以了解講，俺們倆整個環境的狀態係樣嘅，氣氛係樣嘅，有乜個生物在環境。有什麼草啦、植物在環境，它們的變化是什麼？安尼嘅話吼，除非過多講，安尼嘅報道會比較多層次一點，比較立體，唔會講係平面嘅。對於咧觀察農村嘅記者身份，加到田中下，實際等等田中下人嘅腳步來講嘢咧，唔是講天錯所長太馬。雖然睇田中下嘅考驗，當然就有韓國冇用用。唔過李飛兒佢前天嚟講，也都係以愛國嘅嘢咧。再謝謝，那媽媽謝謝。特別做記者，你看那些片人呢，喜怒哀樂啊，按幾年就會自家進到遐地步，進到農村，進到田丘地步，按也見就會自家喜怒哀樂。每一年，唔聽農村生活有冇相同的考驗，啊，每一年就。慢慢去適應佢，接納佢，接受呀甜食的變化。不是說有一點倒吃甘蔗。一隻樹刻得賣股關心共同議題，一隻樹愛治理果樹，生產出安全的農產品。辦農辦記者會議咧，對李飛兒來講也唔浪漫。係嘢先出，咪係以上愛國嘅一等咱們嘢咧。